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好给你。志辉，你被撞到了！我给你，我拜托你不能跑，好好拜托你，你照顾我，帮我上，你放你哪里我拜托你，我快点，我得上，拜托你，你找，你有本事你找，快逃！快！我这个车，我来给你找到，你听好，我来给你找到。头家娘啊，这张足够水的呢，有行李哦。顶下坡入去啦。头家娘，有人要找你。阿梅，你先嚟。哦。你来创啥？我是来看囡仔的。阿勇啊，应该互你的钱吼，我拢互你啊的。做人莫伤超过吼。超过，头家娘啊，若要比超过吼，我是比袂赢你啦。我逐个月吼，甲你摕500块就好啊。阿勇啊，你敢会感觉吼，你伤过贪心啊哈？贪心？那安尼讲，你是无爱答应咯？安尼我囡仔抱走嘛。你搁好意思讲哦？你看恁某啦，生啥物囡仔互我？6支枕头啊！这款囡仔，我嘛无爱伫内上，我带转去。带转就带转去。头家娘啊，大家拢知影吼，恁兜有囡仔，莫常常放去一个，你是要甲厝边头尾解说咧。啊，万不哩吼，你翁若对男友转来，无一定正伫家仔咯吼。我无说你吼去拄着，我即支喙吼无定着吼会讲出来呢。头家娘，我逐个月500块尔，收一个秘密足俗的。家娘啊，你慢慢仔考虑，我明仔载吼会来。头家，你看你辛苦了，休困者，来，先啉点茶哩啦。袂啦，我勇敢咱牛咧，我袂忝啦，我袂水焦啦，免啦免啦。阿福啊，你某弟弟咧生哦，啊无你遮尔拍拼。无啦，我都还袂娶某咧。哈？啊你还袂娶某？啊无你去替啥拍拼？我着还佫有一个吼，比某佫较要紧的吼，爱我替伊拍拼。啊？无啊？啊是啥物人？我过来举这包。好，等，来，这是你顶礼拜的工钱，你遮尔拍拼，我来寄一束啊，互你啦。好，头家，多谢你哦，多谢你哦。莫讲多谢啦，啊，这是你辛苦家己得的，何必讲感谢呢？头家，我毋捌看过哦，像你遮好遮善良的人，我相信哦，你这间店后摆一定好啊兴旺的啦。好，感谢。会啦，
啊，无过来夹这包。好啊，有那是唔免赶紧哈。买啦买啦。好好，有那做哈，有那是上够好。唔是头家啊，剩一包尔，我放在外口，外口遐完了爱摕定来哦。有那是哈，唔免赶啦，慢慢那是。好。好啦，免你啊，行，来食饭，行。小传，姑娘啊，你有感觉我老公真到位无啊？就啊哦，就落行，咱来食地瓜汤，补一下，啊无你身体阿姨。母娘，你看，有头面顶先开幕啦，吼，就是今仔好日咯，这透早咯，中昼就好天。你有听无？地瓜汤呢？这先开幕啦，地瓜汤加汤，较袂抽过面。行，咱来食。新开幕全部八十有台，食面食地瓜汤拢总有吼。头家。真香！母娘啊！蔡文哦，你出来啦，蔡文！紧啦，来啦，你来看卖是什么啦？你头家娘，你哪早来车啦？阮就说唔知要出来食面啦，看这新开幕，唔知走去遮来，这间店恁开哦，搁搞哦，开啊这间，好无？袂歹啦。日头妹，好啊，以后要叫我日头家呢，直接叫我蔡文就好。哦。对啦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内底讲，来，内底坐，内底讲，来。小云姐啊，会当看你过这款日子哦，我实在足欢喜的。每年我会当看到你，我更加欢喜的。是讲你甲好两个？不是啦，嘛无恁两个呢？讲来话超长，我再慢慢讲互你听。啊，哪有囡仔咧哭咧？阮查某囝啦，足古锥的，我带你来看。阿梅啊，阿梅啊，囡仔是安怎过的啦？透早哭到即马，吵死啊！头家娘，这年你发烧呢？啊，你袂晓停滚水互伊啉哦？我已经有甲试过啊，啊，不过伊拢无爱啉嘛。头家娘，感觉可叫医生看？敢若发烧，人家看什么医生啊？囡仔发烧是正常的啦，去甲骗落困啊！去啊！哦。吵死！甲因老母共款啊，干那样俩麻烦。喂，你看，这就是米馆啦，我的查某囝有够水无？哎呀，你看是。
你快笑，你快。蔡文姐啊，会当我抱者？好啊，来，阿姨抱抱哈。来，闭关，我紧，我紧。不要，你。OK，来是我炸面哦。哦好，内底坐吼，我等下随捧互你嘿。这些啊，身体够好哦。哪有啦，花花啊尔啦，小等一下我买因者。来，头前你来，这个豆干。好，头家，你的面小等一下吼，随甲你捧来。这些啊，事当时我叫遐多人，咱甲你压等你单价，害你口红讲到安尼歹卡，啊，即马咧摆，啊，你原谅我袂哈？袂啦，迄代志拢过安尼久啊，搁你讲这要创啥啦？你真正袂原谅我？袂啦，300啦，来，看你要爱食啥，我拢传落你食。好。讲变啦，我今仔就对遐遮领钱嘞，我本来就要带阮俩来遮食一个好料，伊身体热死了，要甲补一个袂用。你今日要食啥吼？我带新开模尔，拢我请，好啊？安敢好？客气啥啦？安就歹势啊！还是讲哦，敢有地瓜汤啊？地瓜汤有啊？好，那大碗嘞，好文英仔在食的啦。文英在食嘿，啊我看凊彩啊，哦，凊彩汤有就好。有啊有啊，好，啊你稍等一下，我等下捧互你。好，对啦，哈，啊有猪脚，猪脚嘛有啊，你要爱几支我互你几支啊？ 2支啊， 2支哦，你稍等一下，我等下传落你。歹势咧，麻烦你。袂啦。想袂到我离开蛋糕，竟然发生遮济代志，更加想袂到，小丁姐，你做代志会遮尔惨，竟然对你来掉头自杀。其实我这条命并无重要，我心痛，想我的囡仔，一出世都要当甲伊的老母见面，而且坚强，嘛唔知影伊有这个囝。文英，你替坚强生一个后事，其实我嘛替伊生一个查某囝。文英，你替坚强生一个后事，其实我嘛替伊生一个查某囝。
阿红呀，其实你若甲文英啊吼，两个结婚哦，一定嘛生一个囡仔足够水的。是安怎咧吐大气啦？假使讲文英即马若肯要嫁我嘛袂娶伊。你谁哪袂娶伊？敢讲你无介意文英啊呀？我当然嘛介意，我介意比我家己的性命搁较重要。这是世人都拢袂改变的。安尼就对啊！既然你都安尼讲啊，谁来你搁唔娶伊？因为若阵伊即马答应要嫁我，嘛毋是家己心甘情愿。这是安怎讲啊？文英是一个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凡事伊会为着报答我的温情，也毋过我会当100%确定，伊毋是为着爱我，才答应要嫁我。阿红呀，只要哦，你若真心介意文英啊吼，安尼就会用的啦。袂用哩，经过这阵仔了后，我体会真多。爱是无法度通勉强的，翁某一定要有小意爱，要有真心，安尼才会幸福，才会久长。好啊啦，咱莫阁讲遐啊啦。文英，是讲你即摆较好，两个住咧倒位？伫外口租厝，凊彩住啦。外口租厝哦，过去安尼啦，我只要剩一间房间，恁两个搬来遮住啊。好啊啦，你莫阁提示，自然咧决定好无？也毋过，文英，我甲最先有今仔日，拢是你甲我斗相共，你着互我报答你好无？莫阁提示啊！囡仔咧哭，我来看卖。一间房间，我甲好兄是要安怎住啦？文英，阿花，就这间啦，我过来摕一个陪你，哈。文英，这是点物重要咧？咱两个要安怎困？无讲要困做伙？无情